Hello，大家好啊！今日係2025年3月4號，我係 Anna， 同朋友佛山市南海區2天遊嘅 Day 2，請大家 like、comment、share 同記得 subscribe 我 channel 啊 ！Let's go！ 跟住夜晚呢，我哋就入住呢間康菲爾特大酒店，大堂呢都佈置得幾靚嘅，但係就比較舊。入到房間啦，做個 room tour 先啦。浴室唔係太大間，沖涼花灑係最舒服嘅，有毛巾啊、梘液之類，座廁都算乾淨，都提供咗梳、牙膏、牙刷、番梘，同埋有個風筒嘅。呢位就有一對枕頭、衣架同埋拖鞋，但係就冇浴袍嘅。有水壺、茶杯同埋2樽水，有個小型吉嘅雪櫃。有電視嘅，可以收到廣東省嘅台同埋香港嘅台都收到。有張小型嘅書台同埋茶几，仲有一張好舒適嘅梳化，都有2張舒適4尺嘅單人床。房間細細，設備都算齊全，整晚都瞓得好舒適。199團費都算超值。早餐好簡單，有豆腐、饅頭、木耳、牛丸同埋雞蛋，南瓜炒飯、蘿蔔炒米飯、炒椰菜炒河同埋生果，多士爐、牛油，仲有果醬，仲有個綠粉麵嘅吧，有清湯、生菜、米粉同河粉，仲有白粥、紫米露、一部豆漿同埋咖啡機，有部水機，仲寫住健康生活從早餐開始。所有座位太低，坐得唔舒服。好快嚟緊呢11點又食午飯啦，所以呢就輕食少少就算嘅啦，味道都唔錯。而家大約2個鐘頭車程，去中山食午飯先。話咁快到咗啦，餐廳隔離係白雲古寺，午餐嚟喺呢間新源閣美食，環境都幾鄉郊嘅，空氣都幾清新，魚湯味道淡淡地，都幾好飲。今日係食農家鮑魚燜雞宴，鮑魚呢都燜得幾腍滑，雖然係細隻啲。值得一讚嘅呢就係呢條清蒸鱸魚，火候控制得啱啱好，好滑同埋有魚味。另外呢就有蒸豬肉餅、蠔油茄子同埋清炒椰菜花，都炒得幾爽口，好食。仲有炒蓮藕片、清蒸南瓜，味道都好新鮮鮮甜。城市人平時食埋太多肉類啦，食下清炒嘅瓜菜都唔錯。生果嘅鮮橙呢都幾甜嘅。白飯就任裝，有出發啦！行去上旅遊巴士，見到個花槽都幾靚。又到達啦，原定係參觀呢個中山市生態文明體驗園。但係而家落緊大雨，原意係入去睇花嘅，見到有黃色嘅異木棉同埋粉紅色都有。後來呢，我哋都睇唔到桃花、梅花、茶花啦，要上車繼續行程。下一站呢，就嚟咗呢個咀香園嗰度參觀杏仁餅嘅製造過程。其實呢，都睇過好多次噶啦，佢哋係不停咁現代化。而家可以見到門面底好靚啊，仲有2018吉尼斯紀錄獎牌。咁到之後呢，就4合1變成而家嘅咀香園站。仲有創辦人嘅銅像，介紹整杏仁餅。用手壓啦。你刮出嚟之後呢，而家呢度就我哋杏仁餅嘅底部啦。不過咧，都係會見到啦，佢係有啲唔平整嘅，係咪？凹凹凸凸嘅地方啦。咁嗱，再用呢個刮刀壓住佢，往前去拖，咁個底咧就平㗎啦嚇。OK， 全憑感覺啊！感覺佢鬆咗啦，咁我哋就貼住張台，輕輕倒嚇。OK，咁就出嚟㗎啦，千祈唔好咁。都有試食杏仁餅同埋雞仔餅。味道唔錯，都買咗手信。2天嘅歡樂行程呢又圓滿結束啦。而家呢就經呢個深中通道回程返香港。
可以選擇福田口岸嘅，我就選擇咗深圳灣口岸返香港，相當方便。再轉乘 B3X 到屯門地鐵站。今日分享係咁多啦，多謝大家收睇，我哋下條片再見啦，拜拜。